你有冇發現明明咧已經好努力，但啲生意咧總係原地打圈？有啲老闆咧成日都會踩錯方向，不停咁重複同樣嘅決策，就因為咧你嘅內在小孩成日都偷偷地咁樣咧左右咗你嘅決定。如果你都覺得自己咧已經好努力，但係人生嘅劇本咧就好似不停咁 loop 住喺某個嘅章節，咁呢條片咧你就一定要睇到最尾啦。今日咧我將用一個超貼地嘅方法教你點樣擺脫內在小孩嘅枷鎖，改寫你人生嘅劇本。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快樂商道，我係 Penny Sir 黃希哲。上星期同大家咧分享咗一個有關於靈性修行嘅誤區，其中咧有一個概念提到有關內在小孩。我經常咧都聽過啲朋友講話自己要聆聽自己內在小孩嘅聲音，又話咧要療癒自己嘅內在小孩。咁啊，其實內在小孩係咩？對做生意嘅你又會有啲咩影響呢？內在小孩係心理學一個經常用到嘅概念，係指每個人嘅內心深處未被滿足嘅童年情感同埋經驗嘅一個總和，佢咧影響我哋咧成年後嘅情緒、行為、人際關係，甚至乎咧你而家做生意嘅決定。內在小孩咧係你咧內在嗰個仲未長大嘅自己，佢咧你細細個受過驚、受過委屈，長大咗仲影響緊你嘅決定。常見行為嘅三個：一、聽到拒絕咧就縮埋一嚿，唔敢咧開價，怕冇人中意自己，變到咧極度咁討好客戶，好驚做錯決定，成日咧都唔敢做，又唔敢轉型，又唔敢向前。你會唔會咧都有以上嘅情況咧？如果大家咧都有睇過我上星期嗰條片，可能咧會記得咧我同大家講過，唔好執着於你嘅內在小孩。喺《金剛經》裏面咧，如果須菩提問佛陀關於內在小孩，我估佛陀咧可能會咁樣回覆：如來說內在小孩，即是非內在小孩，是名內在小孩。呢個咧關於空性嘅概念，其實咧係好多人咧都會有誤解嘅。了解空性對於療癒內在小孩點解咁重要？如果咧你明白我啱啱所講嘅有關於空性嘅概念，咁咧你就會明白到我哋過去所經歷嘅所有事，冇絕對嘅好，亦都咧冇絕對嘅唔好。咁例如 Steve Jobs 喺佢嘅自傳入邊咧都曾經提到，佢對於佢嘅養父養母拋棄咗呢件事咧，係懷有極大嘅憤怒。佢花一生嘅精力咧，都係只係想證明俾佢哋知道咧，放棄咗佢係佢哋一生最大嘅錯誤。你身邊咧梗會有啲朋友同你分享過童年咧有住呢一啲對佢哋造成傷害嘅經歷，而呢啲經歷咧正正係影響住佢哋成年後之後拖住佢哋咧嘅後腿。咁大家咧都會覺得，喂 Steve Jobs 嘅內在小孩就一定係受了傷啦。咁啊，梗係啦，仲要咧係好深好深嗰種嘅傷痕。但如果經歷咧就等於童年創傷，會直接影響咗佢成年之後嘅生活。咁啊，點解 Steve Jobs 喺日後會咁成功，成為咗咧改變人類生活方式嘅一個重要代表者？所以咧，如果你能夠了解人生所有嘅經歷都係空性嘅，又即係咧無自性嘅話，我哋咧一切嘅經歷帶俾我哋嘅體驗，係嚟自咧我哋內在世界嘅一種投射。所以你就都會以為影響你嘅經歷係唔存在嘅。我嘅意思唔係話呢個經歷唔存在，而係咧想講嚟自呢個經歷嘅傷害，又或者呢個負面影響係唔存在。所以正如咧我啱講 Steve Jobs 嘅故事咁，好多人咧為咗療癒呢啲唔愉快嘅經歷，花一生嘅時間去療癒呢一個以為存在，但事實上面咧並唔存在嘅內在小孩。但你有冇諗過，如果咧呢啲嘅經歷帶嚟嘅傷害，又或者咧呢啲嘅負面影響係嚟自於我哋自己嘅投射，咁我哋咧就可以透過種子法則重新設定投射嘅程序。所以如果咧你想要去擺脫內在小孩嘅枷鎖，改寫人生劇本嘅話，你必須要知道自己困住喺乜嘢嘅裏面，然後咧種翻相對應嘅種子。原來咧你嘅生意咧做嚟做去咧都棘住咗，分分鐘咧係因為你以為存在嘅內在小孩有關嘅噃。下集咧想同大家去分享翻3個最常見創業家會遇到嘅狀況，以及落地嘅種子法則解決嘅技巧，幫你打破內在嘅枷鎖。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我每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內容。如果唔想錯過嘅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